解徐广曰：亦作11。所引按古之斫龟，取生筋之及生坚木烧之，斩断以斫龟。按土字合一流氏，说当连下句。注六正义言末部中，以土为卵，3度止之，3周绕之。用燕不详也。注七所引良，米也，卵，鸡子也，地，斫龟木也。因次，地之地，言烧金之更地而斫，故有地木。亦因梯，言斫，之以见，如有阶梯也。黄者，以黄卷果良卵以服龟也。必以黄者，中之色，主土而性，故用鸡也。正义地因体，地，交也。言以2米鸡卵服去龟之不详，令斫之不焦不黄。若色焦即黄，或之不中也。或先以造一斫钻，钻中矣，又斫龟首，各3，又复斫所钻。中曰正身，斫首曰正足。2各3，即以造3周龟。注曰驾，之欲临夫子，3夫子欲临，今斫而兴，令而先之，而上行于天，下行于渊。诸灵数岛，似莫如汝性。今日2日，行一2针。5某欲过某，即得而喜，不得而悔。即得，发香我身长大，手足收人皆上偶。不得，发香我身挫折，外部相应，手足灭去。注意即解徐广曰：阴沉也，所引造阴沉，造未烧金之。楚若木注2即解徐广曰：一作止。注3所引尊神龟而谓之作号。注4即解徐广曰：阴侧，所引数札，数所具反，札，阴近侧，或札是侧之别名。此国士之书，其字亦无可合。皆放 PG 2247。4注5即解徐广曰：行，一作身，灵龟不注曰：驾之灵龟，无武灵，不如神龟之灵。之人死，知人生，某生良针，某欲求某物，即得也。头见足发，内外相应，即不得也。头仰足寒，内外自垂，可得战。不战病者注曰：今某病困。死，手上开，内外交害，身结者不死，手痒足寒。或病者遂曰：今病有遂无成，无遂有成。兆有中遂有内，外遂有外。或细者出不出，不出，恒即安。若出，足开手痒，有外。或求财物，其所当得，得，手痒足开，内外相应，即不得，成兆手痒足寒。或有败若买臣妾马牛，得之，手痒足开，内外相应，不得，手痒足寒。成兆若恒即安。或及道具若干人，在某所，今某将卒若干人，往及之，当胜，手痒足开身正，内自瞧，外下，不生，足寒手痒，身手一，内下外高。注意即解徐广曰：一作简，或求当行不行，行，手足开，不行，足寒手痒。若恒即安，安不行，或往即道，当见不见，见，手痒足寒有外，不见，足开手痒。或往后道，见不见，见，手痒足寒，寒盛有外，不见，足开手痒。古闻道来不来，来，外高内下，足寒手痒，不来，足开手痒。若恒即安，其之自次，或迁徙去官不去，去，足开，有寒外手痒，不去，自去，即足寒。成兆若恒即安，古居官上，即不及，成兆身正。若恒即安，不及，身结者，手痒足开，古居士家即不及，及，
承照身正，若恒吉安，不及。身节，折，手养足开，波岁中合架熟不熟？熟，手养足开，内外自瞧。TG 2248，外自垂，不熟，足含手养有外，波岁中明义不义？义，手养足，含，身节有强外，不义，身正手养足开，波岁中有兵无兵？无兵，承照若恒吉安，有兵，手养足开，身坐外强秦，古见贵人急不急？急，足开手养，身正，内自瞧，不急。手养，身节者，足含有外，若无余，无请业于人的不得。得，手养足开，内自瞧，不得。手养，足含有外，或追亡人当的不得。得，手养足含，内外相应，不得。手养足开，若恒吉安，或余烈的不得。得，手养足开，内外相应，不得。足含手养，若恒吉安，或行欲道不欲。欲，手养足开，身节者，外高内下，不欲，承照，或天宇，不与，与，手养有外，外高内下，不与，手养足开，若恒吉安，或天宇既不济？济，承照足开手养，不济，恒吉，命曰恒吉安。以战病，病甚者一日不死，不甚者薄日抽，不死，细者重罪不出，轻罪还出，过一日不出，久无伤也。求，财物买臣妾马牛，一日还得，过一日不得，不得行者不行，来者还至，过时时不至，不来，即道不行，行不遇，闻道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皆急，岁家不熟，民急亦无急，岁中无兵，见人行，不行不喜，请业人不行不得，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记不记，命曰承照，病者不死，细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是买得，追亡人得，过一日不得，问行者不到，命曰助彻，或病不死，细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而是买不得，忧者无忧，追亡人不得，命曰手养足含有内无外。战病，病甚不死，细者解，求财，勿买臣妾马牛不得。TG 2249，行者闻言不行，来者不来，闻道不来，闻言不至，仆官闻言不喜，居官有忧，居家多灾，岁驾中熟，民疾亦多病，岁中有兵，闻言不开，见贵人急，请业不行，行不得善言，追亡人不得，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甚，记不记，故其末字皆谓守备。问之曰：备者养也，固定以为养，此思记也。命曰手养足含有内无外。战病，病甚不死，细者不出，求财买臣妾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即道不见，闻道来，内自惊，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疾亦有病甚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，请业追，亡人不得，亡财物，财物不出的，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记不记，凶，命曰承照手养足寒，以战病，不死，细者未出，求财物买，臣妾马牛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即道不相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久多忧，居家事不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病疫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急，请业不得，余烈的少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记不记，不急，命曰承照手养足开，以战病，
病毒死，系求出，求财物买，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行，来者来，即道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喜欢喜。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籍亦有而少。岁中五兵，见贵人不见吉，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欲道，与不与，既小疾，命曰手痒足寒，以战病，不死，系者久，无伤也。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不行，即道不行，来者来，闻道来，喜。官闻言不喜，居家事不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籍亦少。岁中五兵，见贵人的见，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PG 2250。行欲道，与不与，既不既，急。命曰手痒足开有内，以战病者，死。系者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。行者行，来者来，即道行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喜欢喜。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急，岁熟，民籍亦有而少。岁中五兵，见贵人不急，请夜追亡人于列，不得。行不遇道，与计，计小疾，不计急，命曰横及内外自瞧。以战病，5日无抽死，系者无罪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的。行者行，来者来，即道合交等，闻道来来，喜欢喜。居家事急，岁熟，民亦无疾。岁中五兵，见贵人请夜追亡人于列的。行欲道，与计，与计大急，命曰横及内外自急。以战病，病者死，系不出。求财物买，臣妾马牛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者不来，即道不相见，闻道不来，喜欢喜。居官有忧，居家事见贵人请夜不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籍亦。岁中五兵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，既不既，不急。命曰愚人，以战病者，病者甚，不死。系者出，求财物买，臣妾马牛即道请夜追亡人于列的。行者行来，闻道来不来，喜。官不图，居家事急，岁家不熟，民籍亦。岁中五兵，见贵人急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，既不既，急。命曰手痒足寒内高外下，以战病，病者甚，不死。系者不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于列的。行不行，来者来，即道胜。喜官不喜，居官有忧，无伤也。居家事多忧病，岁大熟，民籍亦。岁中有兵不至，见贵人，请夜不急。行欲道。PG 2251。与不与，既不既，急。命曰横节上有痒下有注，病久不死。系者不出，求财物买，臣妾马牛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即道不行。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欢不喜。居家事见贵人急，岁大熟，民籍亦。岁中五兵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，既不既，大急。命曰横及于痒，以战病，不死。系者不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即道不行。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欢不喜。居官家事见贵人急，岁熟，岁中有疾疫。无兵，请夜追亡人不得。于列至不得，行不得。行不遇道，与既不既，小疾。命曰横及下有注，以战病，病甚不还有抽无死。系者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
行来不来，急到不和，闻道来来，习官居官急。不久，居家事不急，虽不熟，名无急。亦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。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既小吉，命曰宰所。以战病，还有抽无死。系者出，求财物买臣妾。马牛请夜追亡人于列等。行者行，来者来，即到相见不相合。闻道来来，习官喜。居家事忧，见贵人急。岁熟，名无疾疫。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既急，命曰根革。以战病者，不死。系久无伤，求财物买臣妾马。牛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即道行不合。闻道不来，习官不喜。居家事急，虽驾中，民疾亦无死。见贵人不得见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不急。命曰手养足寒外高内下。或有忧，无伤也。行者不来，病久死，求财物不得。见贵人者急。TG 2252，命曰外高内下。或病不死，有岁，而事买不得。居官家，事不急。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。系者久无伤，急。命曰头见足发与内外相应。一战病者，其系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求财物的，急。命曰承诏手养足开。一战病，病甚死，系者出，有忧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急到不和，闻道来来，习官居官家事不急。岁恶，民疾亦无死。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急。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既不急。命曰承诏手养足开外高内下。以战病，不死，有外岁，系者出，有忧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。相见不会，行，来闻言不来，即道胜，闻道来不来。习官居官家事见贵人不急。岁中，民疾亦有兵，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闻道遇道，语不语，既凶。命曰手养足寒身者内外相应。以战病，病甚不死。系者久，不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于列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即道有，用胜，闻道来来。习官不喜，居官家事不急。岁不熟，民疾疫。岁中，有兵不至，见贵人喜，请夜追往，人不得，遇道凶。命曰内阁外垂。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病者死，系者不出，求财物不得，见人不见，大急。命曰横及内外相应自桥于养上柱，上柱足寒。以战病，病甚不死，系久，不抵罪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夜追亡人于列不得。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居官家事见贵人急。习官不喜，岁不大熟，民疾亦有兵，有兵不会。行遇道，闻言不见，语不语，既大急。TG 2253，命曰头养足寒内外自垂。或忧病者甚，不死，居官不得居。行者行，来者不来，求财物不得，求人不得，急。命曰横及下有柱。或来者来，不日即不至，未来。或病者，过一日无抽死。行者不行，求财物不得，系者出。命曰横及内外自举。以战病者，久不死，系者久不出，求财物得而少。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见贵人见，急。命曰内高外下及轻足发。
求财物不得，行者行，病者有抽，系者不出，来者来，见贵人不见，吉。命曰外格，求财物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系者不出，不吉。病者死，求财物不得，见贵人见，吉。命曰内自举，外来正足发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求财物得，病者久不死，系者不出，见贵人见，吉。此横其上柱外内，内自举足寒，一薄有求得，病不死，系者无伤，未出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尽极。此横其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坐，一薄有求得，病死还起，系流无伤，还出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极，可以举兵。此挺诈有外，一薄有求不得，病不死，数起，系获罪。文言无伤，行不行，来不来。此挺诈有内，一薄有求不得，病不死，数起，系流获罪无，伤出，行不行，来者不来，见人不见。此挺诈内外自举，一薄有求得，病不死，系无罪，行行，来来。田甲是渔猎尽喜，此胡塔，一薄有求不得，病死，难起，系流无罪难出，可居宅，可娶妇嫁女。TG 2254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有忧不忧。此胡彻，一薄有求不得，病者死，系流有抵罪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言语定，百事尽不及。此手辅足寒身结者，一薄有求不得，病者死，系流有罪，妄行者不来，行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。此挺内外自垂，一薄有求不会，病不死，难起，系流无罪，难出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不及。此横及于阳首府，一薄有求难得，病难起，不死，系难出，无伤也，可居家室，以娶妇嫁女。此横及上柱载正身结者内外自举，以补病者，末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此横及上柱足寒内自举外自垂，以补病者，末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为人病，手辅足诈有外无内，病者战归位矣，即死，或轻，失大，一日不死，手养足寒，一薄有求不得，一系有罪。人言语恐之无伤，行不行，见人不见。大论曰：一外者人也，内者自我也；外者女也，内者男也。手辅者忧，大者身也，小者知也。大法，病者，足寒者生，足开者死；行者，足开至，足寒者不至；行者，足寒不行，足开行。有求，足开得，足寒者不得；系者，足寒不出，开出，其薄病也。足开而死者，内高而外下也。注意所引案，楚先生所取太伯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词。亦无，词重踏，带无足彩，凡此67条别事也。TG 2255，所引述赞三王一归，五帝书帛，或长或短，若瓦若玉，其迹已亡，其由后续，将使处往，见流宋国，神能托梦，不畏其足。TG 2256，史记卷129，列传69或直列传。所引论语云：赐不受命而获直焉。广雅云：直，利也。孔安国著尚书云：直，生也，生兹获财利。老子曰：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
一鸡狗之声相闻。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必用，此谓物。晚尽仕途民耳目，两则己无形矣。注一正义应往，注二所引晚应晚。古字通用。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无不知矣。至若诗书所述于下矣。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除患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。今亦能知容始，俗之见名久矣。虽互说以渺论，一中不能化，故善者一之，其次立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注意所引上音妙，下如字。夫山西饶财主古庐一毛玉石，山东多鱼盐，七丝生色。江南出五子二江贵金席连三丹，沙溪橘冒珠玑尺格，龙门结石寺北多马牛羊。TG 2257，粘球金角，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细致，无此其大教六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尧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渔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其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见之珍贵，期贵之，争见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。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，岂非道之所服？八而自然之宴邪？注意集解徐广曰：注属，可以谓部，所引上因古，又因构，古木名，体可谓止。庐山中柱，可以谓部，因庐注因柱，金山咸也注，亦作注。注二所引男子二音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音连，牵之未练者，所引下音连。注四正义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，碣石山在平州卢龙县。注五所引言如至细子，往往有之。正义言出铜铁之山方千里，如为系之至也。管子云：凡天下名山5270，出铜之山460，出铁之山3609。山上有者，其下有铁；山上有铅，其下有银；山上有银，其下有丹；山上有磁石，其下有金也。注六所引阴角，大教犹大略也。注七所引征者，求也，为此处物见，求比贵卖之。注八所引道之福，福谓合于道也。周书曰：农不出则伐其食，工不出则伐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鱼不出则财匮少，财匮少而山则不辟易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源也。源大则饶，源小则鲜，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与。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风，于盈丘，地细鲁，三人民寡。于是太公劝其女工，及技巧，通于言，则人物归之，强制而服凑，故其冠带一履天下，还待之。TG 2258，贤列媚而往朝焉，祀其后其中衰。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。五则桓公以罢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管事亦有三规。位在陪臣，附于列国之君，是以其富强至于威宣也。注意所引下音辟，辟开也，通也。注二所引阴语，言贫富自由，无与夺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系阴袭，系鲁，贤弟也。注四所引言其继富饶，能冠带天下，丰厚备于他邦。故海
之贤练兼而朝齐，言屈利者也。著五正义管子云：轻重为前也。夫治民有轻重之法。周有大府、御府、内府、外府、全府、天府之内执经执币，皆掌财币之官，故云九府也。故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礼生于有，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事其利。渊生而鱼生之，山生而兽往之。人富而仁义富焉。富者的义一彰，失义则克无所知，已而不乐，夷狄亦甚。晏曰：千金之子，不死于世，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世之君，上游患贫，而况匹夫边户之民乎？昔者越王惧见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济然。一济然曰：知斗则修备，实用则知物。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而观矣。故遂在今、壤、水、毁、木、积、火、旱。三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四物之理也。六岁壤，六岁旱，12岁一大饥。夫跳20病农，90病没。无没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80，下不减30，则农没俱利。平跳其物，官事不伐，治国之道也。积者六之理，物玩物，无习弊，气以物相贸易。腐败而食之货物流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贱。贵 TG 2259。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八财必欲其行如流水，修之10年。国富，后路战事，事父史实，如可得矣。遂报强吴，官兵中国，称号五霸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既然者，范蠡之师也。名言。故晏曰：言丧心算。因案。范子曰：既然者，回丘蒲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王公子也。常南游于越。范蠡师事之，所引既然。韦昭云范蠡师也，蔡摩云李所著书名既然，该非也。徐广义以为范蠡之师。名言。所谓言丧心计也。范子曰：既然者，回丘蒲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，其先晋之公子，南游越。范蠡视之，吴越春，秋谓之季尼。汉书古今人表既然列在第4，则尼之语，言是一人，生相近而相乱耳。注2所引时用之物，按言之时所用之物。注3所引五行不说土者，土壤也。注4所引国语大夫种曰甲人汉资周，水资车以代也。注5所引言米贱则农夫病也。若米豆值90，则伤谷病，故云病没。没谓竹没，即伤谷也。注6所引因章履反。注7所引无喜避，久停袭货物则无利。注8所引夫物及贵必贱，及贱必贵。贵出如粪土者，既及；贵后，恐其必贱，故诚实出之如粪土。贱取如珠玉者，既及贱后，恐其必贵，故诚实取之如珠玉。此所以谓祸止也。原注恐错。范蠡记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既然之策期，越用其武而得意，既以失于国，无欲用之家，乃成篇周易服于疆。TG 2260。胡2辩明异姓，是其未吃以子皮。3知桃4谓诸公，诸公矣。
为逃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，乃至产积居。与时，主武而不责于人。六故善治生者，能择人而任时。19年之中，三至千金，再分散与平交疏昆地，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后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修业而习之，遂至巨万。其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。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特周也。所引贬音篇，又因服田反。夫前云特周也。国语云范蠡成青州。注二正义国语云俱见灭吴。反至五胡，范蠡辞于王曰：君，王免之，臣不复入国矣。遂成青州，以服于五胡。莫之其所终极。注三所引大言曰：若成久者吃夷也。用之则多所容纳，不用则可倦而怀之，不侮于物也。按韩子云吃夷子皮氏。田成子，成子去其之燕，子皮乃从之也。盖范蠡也。注四所引服前云今定陶也。正义扩地至云及陶山，在齐州平阳陵县东35里陶山之阳也。今南5里，有诸公仪。又云曹州济阳县东南3里有陶朱公仪。又云在南郡华容县西，未详也。注五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竹石而居祸，所引为昭云随，石竹立也。注六所引案，为责人而与人不负之，故云不责于人也。注七集解徐广曰万万也。子干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魏。废者宜育才于曹鲁之贤，70子之徒，四罪未饶益，原县不厌造矮。二逆于穷巷，子贡结4连旗，数国之弊以聘享诸侯。所至，国君无故分庭与之抗。礼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TG 2261，此所谓的一而一章者乎？注意集解徐广曰：子干传云废居，这由居也。这读因如主，所引者因主。汉书亦作主，主由居也。说文云主姬也。注二所引燕，宝也。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一物尽地利，而白圭乐，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夫岁属取谷，与之思期简，出取伯序，与之时。二太阴在卯，禳。三名岁衰矣。至午，汉，名岁美。至酉，禳。名岁衰矣。至子，大旱，名岁美。酉水，至卯，积着绿4岁备，欲长钱，取下谷，长石豆，取上种，能饱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同仆同苦乐。驱食若猛兽至，鸟之发，故曰无志生产。由伊尹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事也。是故其志不足以全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人不能以取与，强不能有所守。虽欲学无术，终不告之矣。盖天下，言至生祖白圭，白圭其有所适矣，能事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注意所引案，《汉书》时或至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利之教，国以富强。今此集《汉书》言客，皆物也。刘向别录则云李悝也。注二所引魏谷。注三正义太阴，岁后二臣为太阴。注四正义主律二阴。伊顿用谷言起，一而邯郸郭纵夷铁也成业，与王者乐父。注意集解孔从子曰：伊顿，鲁之穷是也。耕则长饥，桑则长寒，
闻诸公父，往而问数焉。诸公告之曰：子欲速父。T.G. 2262。当序五字。于是乃是西河。大畜牛羊于一室之南，10年之闲，其习不可计。兹拟王公，时名天下，以兴复于一室，故曰一顿。所引古因古。按周礼言人云共苦言。杜子春以为苦读，如古。古未出言直用不练也。一说云古言。河东大言，散言，东海主水未言也。正义案，一是湖州县也。河东盐池是西盐。作西，若种9一。西，天雨下，池中咸淡的君。即犬池中水上畔中，深一池许宁。坑，日报之5、6日则成。盐若白矾石，大小如双陆及木。细，则乎谓溪盐。或有花盐。原黄河盐池有8、9所，而盐周有乌池，流出3色盐，有井盐、溪盐、花盐。其池中凿井深1、2尺，去泥及道盐。攫取若至1丈，则这平时无盐矣。其色或白或青黑，名曰井盐。溪盐若河东者，花盐。池中雨下，随而大小成盐，其下方为空，上头随雨下池中。其低高，其若塔子形处曰花盐，亦曰即成盐焉。池中心有泉井，水淡，所作池人马尽及此井。其盐4分入官，1分入百姓也。池中又凿得盐块，或1尺余，高2尺，白色光明洞彻，年贡之也。乌氏裸夷畜牧，及溪2尺麦，求其增物。3弦线仪戎网，4戎王神备其场。禹之序，5序制用谷量马牛。6秦始皇帝令罗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而8属寡妇亲。7其先得丹穴，8而善其力术士，加益不资。9亲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才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真妇而克之，为主女怀青台。夫罗比人牧场，亲穷乡寡妇，礼抗万城，明显天下，岂非以妇邪？注意集解为昭曰乌氏，县名，属安定，裸名也。T.G. 2263。所引《汉书》作裸，按乌氏，县名，是因之，名裸，因淮也。正义县，古城，在荆州安定县东40里。裸名也。注2所引谓畜牧及至西多之时。注3所引谓赤物卖之以求其物也。注4集解徐广曰：贤，一作奸，不以公正谓之奸也。所引按贤县由司县也。注5所引神备其当。禹之序，魏荣王常之牛羊10倍也。当自《汉书》作长也。注6集解为昭曰：满谷则句不复数。所引古音喻。注7所引《汉书》8寡妇亲。8寡妇之意，亲，其名也。注8集解徐广曰：涪陵出丹，正义扩地至云寡妇。今台山俗名真女山，在福州永安县东北70里也。注9所引案谓其多，不可资量。正义因子而反，言资财，稀多，不可资量。亦云亲多以财享夷四方，用为其业，故财亦不多积聚。汉兴，海内卫一，开关粮，持山泽之境，是以富商大甲州，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，而喜豪杰诸侯强足于今。诗，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，高壤沃野千里，自于夏之贡，以为上田，而公刘氏兵。大王王继在其
文王作风，武王志，宝，故其名有先王之遗风。好稼穑，直五谷，地重，仪重位，协。二级晴文，孝德庙居雍。系三龙属之货物而多甲。四县孝恭喜利益。五立邑北阙戎宅。东通三晋，亦多大甲。五孝昭至咸阳。因以汉都、长安诸陵，四方服凑并至，而会。地小人稀，故其名亦顽巧而是莫也。南则巴蜀，巴蜀邑，沃也。地饶爬六江丹砂石铜铁漆竹木之器。南 TG 2264，玉颠簸，亳铜。西晋穷则马牦牛，然四塞，占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唯裸鞋顽古其口。八夷所多亦所先。九天水陇西，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宅之序。木为天下饶，然地亦穷险，唯京师要其道，实故关中之地，于天下1/3，而人稀不过神3，然量其父，神居其6。注一所引严重耕稼也。注二所引重阴烛龙反。重者难也。魏严最不敢魏，奸邪正义重并逐拱反。言关中地重厚，民义重难不畏邪恶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细者，咸孔也。地居龙属之咸要路，故曰细。所引徐是云细，咸孔也。细者，陇雍之咸细之地，故云雍细也。正义雍县，其州雍县也。注四所引阴谷。注五集解徐广曰：在冯邑，所引上阴要，即溧阳。注六集解徐广曰：阴之，编之也，子赤色也。注七集解徐广曰：穷都出铜，临穷出铁。注八集解徐广曰：在汉中，所引沿裸斜道狭，宛其道口，有若车谷之凑，故云宛谷也。注九所引亦阴翳，先阴险，言以所多益其所少。注十正义要阴腰，言要数其路也。袭唐人都河东，一阴人都河内，两州人都河南。三夫三河，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王者所更居也。建国各数百千岁，土地小狭，民人稀，都国诸侯所聚会，故其俗先简习事。阳平阳，陈四西甲秦宅，无北甲种代，六种代，十北也。七地边，胡，数被寇，人民经济制。八好气，任辖卫监，不是农商。然扩进北夷，师旅即往。中国伪书时有其县，九其名节一部军，十自全境之时，故以换其票汉。而武陵王亦立之，其尧俗有诏。TG 2265，之封也。故阳平阳臣愿其贤。11得所欲。温止12西甲上党。13北甲赵中山。14中山地保忍溪，有沙丘昼营地于民。15民俗欢集。16养鸡立儿时，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则相随追票。17修则决一作巧奸也。18多美物。19为昌忧，女子则古名色，迭喜。20由媚贵妇，入后宫，媚诸侯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尧都晋阳也。注二正义盘庚都阴虚，地属河内也。注三正义州自平王以下都洛阳。注四所引阳平阳。二一名，在赵之西，臣盖衍字，以下有阳平阳陈苑，此因言也。言二邑之人皆西甲于秦宅。
北甲于种代，种代在10邑之北也。筑武正义甲阴谷，秦关内也。翟、习、石等州部落基也。延、睢、营3州皆白宅所居。筑6正义上之勇反，种在衡州10邑县北，盖魏州也。代，今代州。筑7集解徐广曰10邑县也，在常山。筑8集解晋卓曰季阴凯，至阴监制，赞曰季阴凯，今北土民强直魏冀中也。所引上阴冀，下阴至。筑9所引上阴姬，下阴阳战反，其县为其有余言也。筑10集解徐广曰宜阴4，一阴求己反，皆见阳明，所引结阴己合反，宜阴辞既反。徐广云宜阴4，皆见阳也，其方人性若阳，见汉而不均。筑11所引愿阴竹原反，臣愿由金营持竹也。筑12所引2县民，属河内。筑13正义则陆等州也。TG 2266。筑14正义洛州及定州。筑15集解晋卓曰炎帝保忍溪，由复有沙丘纣营地于民，通系之于迎风而言也。正义沙丘在行州也。筑16集解徐广曰欢，吉也。阴卷，一作宣，一作会也。阴宣也，所引欢阴卷，宣阴宣。筑17所引追，即追反，追杀人而票掠之。筑18集解徐广曰一作鼓。筑19集解徐广曰美，一作弄，一作追。筑20集解徐广曰叠阴铁。张燕曰叠，喜也。赞曰聂根未叠也。所引上阴铁，下所起反，然邯郸一章和之嫌一都会也。北通燕卓，南有郑、魏。郑、魏俗与赵相类，然晋梁、鲁为重而精节。2仆上之，一袭也王。3也王好气任侠，谓之风也。筑一正义名水本名漳水，邯郸在其地。筑2集解徐广曰今，一作物。筑3集解徐广曰魏军剿袭也王。正义秦拔魏濮阳，喜其军于怀州也王。夫燕一伯节之嫌一都会也。南通齐赵，东北边胡，上古至辽东，地卓远。2人民西，数被寇，大与赵代俗相类，而民刁汉3少律，有余言早立之饶。北临乌桓，4夫余，东莞，会合五朝鲜征藩之力。6筑一正义渤海，碣石在西北。筑2所引刘氏上阴卓，一阴教反，一远滕王也。TG 2267。筑3所引人刁汉，言如刁姓之节汉也。筑4所引陵，一作陵，陵者一却背之意，他并类此也。筑5所引东莞会墨，按皖者，皖统其要津，则上云陵者未却背之。筑6正义番阴潘，洛阳东甲齐鲁，南甲梁楚，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其代山海，一高壤千里，夷桑麻，人民多文采不博于言。临淄亦海带之嫌亦都会也。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。地重，难动摇，却于西斗，勇于持刺，故多结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5名。2筑一集解徐广曰其世家曰其自泰山属之狼邪，北背于海，高壤2000里，其民阔达多逆志。筑2集解服前曰是农商公甲也。如纯曰有子乐，其俗不复归，故有5方之名。
而邹鲁宾诸四，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如，备于礼，故其名绰绰。一颇有桑麻之叶，无灵泽之饶。地小人稀，简色，味最远邪。及其衰，好甲趋利，甚于周人。注意所引辍阴侧角反，又阴侧阴反。夫自鸿沟以东，一芒砀以北，二蜀据也，三此梁宋也，四陶五徽阳六邑亦都会也。习尧作游于城阳，七舜于雷泽，八汤止于过，九其俗有先王遗风，众后多君子，好稼穑，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扼衣食，致其蓄藏。PG 2268。注一集解徐广曰在荥阳。注两集解徐广曰今为临淮。注三正义运州据也县在有据也则也。注四集解徐广曰今之郡夷。正义鸿沟以东，芒砀以北至据也，梁宋二国之地。注五集解徐广曰今之定陶。正义今曹州。注六正义今宋州宋城也。注七集解如纯曰作其也，城阳在定陶。注八集解徐广曰在城阳。正义则在雷泽县西北也。注九集解徐广曰今梁国雹县。正义宋州古熟县西南45里南播州故城是也。曰楚则有三俗，一夫自淮北沛陈汝南郡，此西楚也。二其俗票轻，一发怒，地薄，寡于积聚，江陵故引都。三西通乌巴，四东有云梦之饶，五陈在楚夏之交，六通于盐之祸，其民多甲、徐、铜、曲、律。七则顷刻，今己末。八注一正义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，楚灭越间有吴越之地，故言越楚也。注二正义沛，徐州沛县也。陈今陈州也。汝州也。南郡今荆州也。言从沛郡西至荆州，并西楚也。注三正义荆州江陵县故未引，楚之都。注四正义乌郡八郡在江陵之西也。注五集解徐广曰在华容。注六正义夏都阳城。言城南则楚，西及北则夏，故云楚夏之交。注七集解徐广曰皆在下邳。正义取阴丘，律阴驴。PG 2269。徐即徐城，故徐国也。同许律二县并在下邳。今四州。注八正义上阴济，彭城以东，东海无广陵，此东楚也。一其俗类徐同，徐增以北，俗则齐。二浙江南则越。夫吴自河卢春申往，第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有子弟。东有海盐之饶，张山之同，三江五湖之利，一江东亦都会也。注一正义彭城，徐州治县也。东海郡今海州也。吴苏州也。广陵扬州也。言从徐州彭城立扬州至苏州，并东楚之地。注二正义渠，其据反，现在海州，故增现在宜州之城县。言二县之北，风俗同于齐。衡山一九江，二江南，三豫章，四长沙，五是南楚也。其俗大类西楚，引之后喜寿春，六邑亦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朝。七皮革报木书会也。于闽中干越杂俗，故南楚好辞，巧说少信。江南卑诗，丈夫早夭，多竹木，豫章出黄金，八长沙出连席。然仅九物之所有，取之不足以更废。19夷11苍梧以南至丹耳者，
12禹江，南大同俗，而阳月多焉。番禺13亦其义都会也。诸鸡、犀、橘、茂、果不知凑。14注意集解徐广曰都诸。诸县属江夏，正义故诸，城在潭黄州东南120里。诸二正义九江郡都阴陵，阴陵故城在亳州定远县西615里。注三集解徐广曰高帝所治，江南者，丹阳也。秦至魏 ，PG 2270。张俊，武帝改名丹阳。正义案学说非。秦至张俊在湖州长城县西南80里。张郡故城是也。汉改为丹阳郡。袭郡宛陵，今宣州地也。上言吴，有张山之同，名是东楚之地。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2郡，南楚之地耳。徐培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，物之甚矣。注4正义今洪州也。注5正义今潭州也。13周至云有万里沙祠，而西自襄，周至东来万里，故曰长沙也。淮南衡山、九江2郡及江南豫、章、长沙2郡，并未楚也。注6正义楚考烈王22年，自陈喜都寿春，号之曰尹，故言尹之喜寿春也。注7集解徐广曰在临淮，正义合肥县泸州治也。沿江淮之潮，南北俱至泸州也。注8集解徐广曰鄱阳有之，正义扩地至云江州。浔阳县有黄金山，山出金。注9正义阴井。注10集解应少曰井，少也，更长也。言今少耳，取之不足用，故费用也。注11集解徐广曰山在营道县南。注12正义今儋州在海中，广州南去今7000余里。沿岭南至丹耳之地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扬州之南，越民多焉。注13正义番禺2阴，今广州。注14集解为昭曰果味龙眼梨枝之属。部葛部颍川南阳，夏人之居也。夷夏人正上中仆，有先王之遗风。颍川敦苑，秦末世，迁不轨之民于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云关。二东，南受汉江淮 ，PG 2271。宛邑亦都会也。俗杂好事，业多假，其任狭，交通颍川，故至今谓之夏人。注意集解徐广曰与居阳宅，正义与居阳城，颍川、南阳皆夏地也。注2集解徐广曰按汉中，一作允字，所引云阴，云正义武关在商州，地理至云宛西通武关，而无云关。该云当谓汛，汛水上有关，在荆州浔阳县，徐按汉中，是也。汛亦作环，与云相似也。夫天下物所先所多，人民尧俗，山东食海盐，山西食盐卤，一岭南沙北2谷往往出盐，大体如此矣。注意正义为西方咸地也，兼且咸，即出时盐及池盐。注2正义为池，汉之北也。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泛道耕耘，或火耕而水耨，一果随2裸蛤，不带甲而足，三地亦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已故，子与嗣偷生，无积聚5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，无动恶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夷泗水以北，以五谷桑麻6处，地小人稀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蓄藏，故秦、夏、梁、鲁好农而重民。
三河莞陈亦然，加以商贾。其照射至巧，养肌力。燕代田序而事残。注意及解徐广曰：乃构反，除草也。正义言风草下种，苗生大而草生小，以水灌之，则草死而苗无损也。弄除草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地理制作裸，所引下阴图火反。注裸阴郎果反。正义随，今未卖，阴同。上古少字也。裸 TG 2272。立合反。果麦由麦瓞包裹也。今楚越之俗上有果麦之语。楚越水乡，足罗鱼鳖，民多采捕积聚。麦瓞包裹，煮而食之，班固不晓果麦之方言。修太史公书述地志，乃改云果裸。裸蛤，非太史公义，班氏师之也。注三正义甲阴谷，言楚越地势饶实，不用他甲而自足。无饥馑之患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因子，子羽，苟且惰懒之谓也。因按应少曰子，若也，晋卓曰羽，病也，所引上因子，下因羽，苟且懒惰之谓。应少云子，若也，晋卓曰羽，病也。正义按石罗蛤等物，故多羸弱而足病也。淮南子云：古者名食裸芒之肉，多疹毒之患也。注五正义言江淮以南有水族，民多食物，朝夕取给以偷生，而已。无谓积聚，乃多贫也。由此观之，贤人深谋于郎庙，论议朝廷，守信死节隐居言。却之事设为民高者安归乎？归于父后也。是以廉历久，久更富，廉假归富。一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惧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，攻城先登，陷阵却敌，斩将千骑，前蒙矢石，不避汤火之。难者，为众赏识也。其在驴象少年，攻票追埋，劫人作奸，决一铸币，任侠并肩，借交报仇，窜逐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，如物者，二其实皆为财用耳。今夫赵女正姬，设形容，歇民情，余常媚，聂利喜，三目挑新招，四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赴后也。游贤公子，是冠剑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荣也。羿射，渔猎，泛晨夜，冒霜雪，食坑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谓的谓也。博戏持竹，斗鸡走狗，作色象精，必争胜者，众师傅也。一方诸识技术之人，教神极能，谓仲许也。历世武文弄法，克张魏书，不避刀具之诛者，梅于陆仪也。农工商贾畜长，故求复议或也。此有之尽能所耳，终不余力而让才矣。TG 2273。注意及解阴暗归者，取力而不停或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物，一作流。注三集解徐广曰鱼因鱼，啮一作蝶，蝶因吐血，反喜因山而反，无喜也。注四正义挑因田鸟反。谚曰：百里不犯桥，千里不犯敌。居之一岁，种之以谷，10岁，树之以木，100岁，来之以德。德者，人物之谓也。今有无至禄之凤，决意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，命曰素封。一封者10租税，岁律2户200，千户之君3则20万。朝进聘享出其中，庶民农，工商贾，律役岁万4袭2000户，100万之家则20万，而更徭，租赋出其中。
衣食之欲，自所好美矣。故曰陆地牧马200蹄，5牛蹄角千，6千足养，则中千足至。7水居1010余匹，8山居千张之材，9安邑千数枣，燕秦千数栗，蜀汉江陵千数橘，淮北长山以南，河济之咸千数丘，陈下千亩漆，齐鲁千亩桑麻，渭川千亩竹，及民国万家之城，代郭千亩亩中之田，10若千亩爬堑，11千溪江九，12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然是父给之资也，不窥市井，不行异义，坐而待收，身有处事之，一而取给焉。若至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岁时无以祭祀进具。13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，如此不免耻，则无所比矣。是以无才，作吏，少有斗志。14既饶征时，15此其大经也。今至生不待尾，身取给，则贤人免焉。是故本父位上，莫复次之，肩负最下，无言处其事之行，而常贫贱，好与仁义，亦足修也。注意所引谓无决意之入，禄制之奉，则曰素风。素空也。正义言不是之人，自有原田收养之给，其利比于封君，故曰素风也。T.G. 2274。注2正义音律。注3所引千户之意，户率200，故千户20万。注4所引袭2000，故100万之家邑20万。注5集解汉书音译约50匹，所引按马有4足，200蹄有50匹也。汉书则云马蹄较千，所记个邑。注6集解汉书音译约167头也。马贵而牛贱，以此谓律，所引牛足角千，按马贵而牛贱，以此谓律，则牛有166头有其也。注7集解为昭曰250头，所引为昭云250头。注8集解徐广曰余以斤两未计也，所引皮阴币。汉书作皮阴批，正义言皮则养鱼，1岁收得1010余麦也。注9集解徐广曰一作秋，因按为昭曰秋木，所以谓元。阴秋，所引汉书作千章之秋。阴秋，夫前云章方也，如纯云言任方章者千枚，谓章大才也。恶产云秋，子木也，可以谓元。注10集解徐广曰六胡四斗也。注11集解徐广曰爬阴之，先知也。茜阴茜，一名红兰，其花染增赤黄也，所引爬阴之，先知也。茜阴茜，一名红兰花，染增赤黄也。注12集解徐广曰迁徙，25亩，因按为昭曰西游龙，所引为昭云乐中西游龙也，谓50亩也。刘熙。注孟子云今俗以25亩为小溪，50亩为大溪。王毅云西游区也。注13集解徐广曰汇聚时，所引因渠略反。T.G. 2275。注14正义言少有钱财，则斗智巧而求胜也。注15正义既饶足钱财，乃逐时争利也。凡边户之民，富乡神则卑下之，薄则未啖之，千则易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以事门。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通义大都，孤1岁千酿，
一西将牵吼，二将牵单，三屠牛，羊至牵皮，范鼓跳牵钟，四星履牵车，船长牵杖，五木牵章，六竹竿万节，七骑摇车百乘，八牛车牵两，九木器击者牵枚，十铜器牵军，11素木铁器若爬嵌牵十，12马蹄翘牵，13牛牵足，羊至牵双，铜手指牵，14金角单纱牵金，齐伯序细布牵军，文彩牵匹，踏步皮革牵十，15漆牵豆，16啮曲延尺牵打，17台子，18千金，邹千石，报千军，19枣栗千石者3只，20胡，921裘千皮，羔羊裘千石，22沾席千具，驮果菜千钟，23子带金钱千贯，24结掌会，25贪甲3只，连甲5只，26此一笔千乘之家，其大律也。27婆杂业不忠神2，则非无才也。28注仪正义酿千瓮，姑息促云也。9孤注两极解徐广曰长景阴，所引西海千灿，咸江反。注3极解徐广曰大阴否，所引将千言。夏都干反，汉书作丹，孟康曰丹十阴，十阴受一时，故云丹时，一阴都烂反。注4极解徐广曰出谷也，跳阴调也。注无所引案奇数长千丈。注6极解汉书音译曰洪洞方履，张才也，就将作大，将长才曰张曹苑，所引案将作大将长才曰张曹苑。PG 2276洪胡孔反，洞阴洞，又病如字也。注7极解徐广曰古鹤反，所引竹干万节。是名云，竹曰各，木曰梅，方言曰节，梅也。以礼礼记字未节。又功臣表扬仅入竹3万个，各节古今字也。正义是名云，竹曰节，木曰梅。注8极解徐广曰马车也。正义摇阴摇，说文云摇小车也。注9正义车一乘为一两，风俗通云香园及轮，两两儿偶之，称两也。注10极解徐广曰积阴修，七也，所引积者千，上阴修谓七也，千谓千枚也。正义言云以七物谓之积。又因许昭反，今关东俗器物一在七者谓之烧漆，即鸡生之转耳。今关西俗云黑鸡盘、猪鸡盘，两义并通。注11极解徐广曰30斤。注12极解徐广曰120斤未时。因案汉书音译曰肃穆，肃气也。注13极解徐广曰翘阴苦调反，马八户也。音料所引徐广阴苦调反，马八户也。音料提苍云考古为八户。一曰夜啼，小言云教，口也。啼与口共千，则谓200匹。若故应则云上文马200蹄，比千乘之家，不容易200，则翘谓9翘，通4蹄谓13而成一马。所谓生之徒时有3是也。凡76匹马，按亦多于千户侯比，则不知其所。注14极解汉书音译曰同，无弊也。古者无空手游日，皆有作物，作物须手指，故曰手指，以别马牛蹄脚也。注15极解徐广曰踏阴兔何反，因案汉书音译曰 PG 2277踏步，白蝶也，所引达步，
注音兔合反，大言音兔合反，按以为粗后之。布，与皮革同以实而称，非白蝶布也。吴陆云有九真菌布，名曰白蝶。广志云蝶，毛之也。正义言师古曰粗厚，织布也。其价贱，故与皮革同重耳，非白蝶也。达者，后之帽也。按白蝶，木棉所织，非中国有也。注16所引《汉书》作七大斗，按谓大斗，大量也，言满，量千斗，即今之千铜也。注17集解徐广曰：或坐台，器名有疑。孙淑然云疑，瓦器，受斗六声何谓疑？因疑，所引言尺千盖，下因疑。孙言反说文云疑，瓦器，受斗六合，宜解此盖，非也。按尚书大传云文皮千合，则数两位之合也。三仓云妥，圣言尺器，因他国反，则该或妥之一名耳。注18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因如楚人言记，此语与台语也。所引说文云台，海鱼，因胎，此鱼，隐而不实，刀鱼也，而雅谓之列鱼也。此因才而反，又因记，正义台因台，又因疑，说文云台，海鱼也，此因其理反，刀鱼也。注19集解徐广曰：邹音者，伯鱼也。所引邹音者，一因左狗反，邹小鱼也，报因报，不保反，今之邹鱼也。伯因或伯反，按或报不相离谓之伯，而鱼字云报，声类急，韵急虽未此解，而邹声之字见于此同。按邹者，小杂鱼也，正义邹因足狗反，未杂小鱼也，报白也。然台词以经论，报邹以千军论，乃其9倍多，故知台势大。好者，邹报是杂者也。徐云邹，伯鱼也，伯并各反，未破开，中头尾不相离未报，谓之伯官者也。此亦大于谓之也。注20所引按三之者，3010也。第三之者，取类上文故也，以早立见，故三之谓3010也。正义谓3010也。PG 2278，言早立3010乃与上物相等。注21所引下音雕也，正义音雕。注22所引羔羊1010，未称皮重1010。注23所引果菜1000种，1000种者，言其多也。正义中6胡4豆，果菜未杂果菜，于山野采取之。注24所引按，子谓利息也。待因土待反。注25集解徐广曰：长因足狼反，马快也。因按汉书音译曰会意是快也。节物贵贱也，谓孤快其余利比。千乘之家，所引按节者，节贵贱也。长就因足狼反，今因将长者，度牛马狐，云长快者，何事也？因谷外反。淮南子云断干木，晋国之大长，注云干木，杜氏之魁也。注26集解汉书音译曰：贪甲未当卖而卖，未可买而买，故得利少，而食得3，廉甲贵而卖，贱乃买，故食得5。注27正义律音律。注28正义言杂恶业，而不在神分中得2分之利者，非是之美才也。请略到当世千里之中，贤人所以富者，令后世得以观则焉。蜀卓氏之先，遗赵人也，用铁也富，秦破赵，迁卓氏，
卓，事件掳掠，胡夫妻推逆，刑1000处，诛千虏少有余财。征与利，囚禁楚，楚加盟。二为卓氏曰：此地狭薄，吾闻问山之下，三卧也，下有敦吃，四至死，不饥，民工于市，一甲，乃求远迁，置之临穷，大喜，集帖，山谷筑，运筹策，五清滇属之民。六复置同千人，七田池涉猎，之乐，拟于人均 PG 2279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卓，一作闹，所引著卓。一作闹，并因卓，亦因闹，闹亦因弥闹，亦是性，故其有闹齿，汉有闹盖，与卓氏同出，或以同因闹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属广汉，正义加盟，今利州县也。注三所引问山下，上阴风也。正义问阴抹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古敦自作勋，阴暗汉书，因义曰水乡多吃，其山下有沃野灌溉，亦曰大玉，正义敦吃玉也。言琼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，平也有大玉等也。华阳国志云问山郡都安县有大玉如敦吃也。注五所引汉书云运筹以甲颠。注六正义颠，一作举，汉书亦作颠，池属。今益州郡有蜀州，亦因旧名及汉江未蒙，江在益州，南入岛江，非汉中之汉江也。注七所引汉书及相如列传并云800人也。成正，山东迁卢也，亦也注甲追记之名。一复乐卓氏，二聚居临邛。注意所引回节之人，上因追记，未通甲南越也。注二所引乐者，临叛，严陵相次，宛孔氏之先，良人也，用铁也为业，秦伐魏，迁孔氏南阳。大古注，龟皮池，连车骑，游诸侯，因通商甲之力，有游贤公，子之次与民，亦然其赢得过当，欲于先色，两家致富数千金，故南阳行甲进伐孔氏之雍容。注意集解为昭曰：悠游闲暇也，所引谓通赐与于游闲，公子得其名。注二所引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，既以得赐与之名，又蒙 PG 2280，其所得之银过于本资，故云过当，乃胜于细碎简色之甲也。先细也，方言云先；小也，玉盛也，正义音色，色令也。言孔氏连车骑，游于诸侯，以资给之，兼通商甲之力，乃得游贤公子交名。然其通计盈利，过于所自给享夷之当，有交游公子雍容，而胜于千羌也。鲁人俗简色，而曹炳氏亦尤甚。夷田爷良起，复置郡万，然家自父兄子孙曰：夫有时，阳有取，世代行甲妹郡国。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炳氏也。注意所引丙因丙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鲁献出铁，其俗见奴鲁，而刀贤亦独爱贵之，节侠奴，人之所患也。为刀贤收取，使之逐于盐商贾之力，或连车骑，交手相，然欲亦任之，终得其利，其富数千万，故曰宁绝无刀。二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。注意所引上音雕，信也，贤如字，正义刀，丁尧反，信明。注两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如字相谓曰：民欲免去作民有，
决邪，将指挥刀视作鲁夫。发生语助，所引按奴自相。谓曰：应免去求官决邪。曰：无刀，无刀，相指之辞也。言不去，只为刀视作奴也。周人祭先，一而失，十而有甚。转古以百数。贾郡国，无所，不至。洛阳皆居在其秦楚赵之中。三平人学士富家，相经已久。贾四数过一不入门，设任此等，故师使能至7000万。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简，色也。PG 2281。注二所引诗，姓氏名，正义诗史，人姓名。注三正义洛阳在其秦楚赵之中，其皆相平人，学于富家，相经已久。贾诸国，皆数立礼亦不入其门，故前云洛阳东贾齐、鲁、南贾梁楚是也。注四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谓皆相居民无田地，皆相经九甲，在此诸国也。宣取一任氏之先，为都道仓吏，二秦之败也。豪杰皆争取，今欲而任氏独教仓粟。三楚汉相据荥阳也，民不得耕种，时至万，而豪杰今欲尽归任氏，任氏以此起富，富人争奢侈，而任氏折节未减。立田序，田序人争取贱价，四任氏独取贵善，五夫者数世。然任公家曰：非田序所出服衣食，公事不必则身，不得饮酒食肉，以此为履礼律，故夫而主上重之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高祖功臣有宣曲侯，所引为昭允。第一名，高祖公有宣曲侯。上林父云西持宣曲，当在今。今缺其地，正义案其地何在关内？张仪云宣曲，公名，在昆池西也。注两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若今立都租古史上道书在所也。为昭曰都道，秦时边县民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教阴校，川地以藏也。注四所引晋卓云：争取剑甲金玉也。正义因价也。注五所引为买物必取贵而善者，不争贱价也。赛之赤也，因为乔摇二以制马千匹，三牛备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中计。不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郡行从军武，姬代子前，四子钱家以为侯尹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，惟无言。使出捐千金袋，武其袭神之。6、3月，吴楚平。1岁之中，则E.G. 2882。无言氏之袭神备，用此复乐关中。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边塞主是侯族也。唯此人能致富。若此，所以孟康允。边塞主是侯之族也。右岸赤，开也。相如传云边，塞邑赤是也。正义孟康云边塞主是侯族也。唯此人能治。复若此，言云塞赤者，言国赤开边塞，更令宽广，故乔尧得自其畜牧也。注二所引乔姓，尧名，正义姓乔，名尧也。注三所引言乔尧因赤塞而至此兹。风俗通云，马称匹者，俗说云相马及君子与人相匹，故云匹。或说马夜行勿照前4丈，故云一匹。或说渡马纵横式的一匹。又韩诗外传云，孔子与颜回登山，望见一匹练，前有栏，是之国马，马光景一匹长也。注四所引记因子击反，或驾也，因兔得反，
与人物云机，周礼注机所给予也。注5所引户代反，注6所引未出役的10倍。关中富商大甲，大抵进诸田，田色田蓝，为家吏士，安临度度士，一亿郡万。注以己解徐广曰：安临几度？2县民，各有度姓也。宣第一度未度礼，此其章章有义者也。亦皆非有决议俸禄弄法犯奸而复。晋追买取救，与时抚养，破其盈利，以墨制财，用本守之；以武以切，用文持之。变化有概，不足数也。若智力农畜，功于商贾，为权力以成富。大者亲郡，中者亲县，下者亲乡里者，故 TG 2883。可胜数。注以己解徐广曰：一作蜀，又作教，夫先色经历，至生之正道也。而富者必用其盛，田农爵业，一而秦阳以盖一州，2爵矣，兼事也。而田属以起，国系恶业也，而还发3用之父行甲，丈夫践行也，而庸乐成矣。饶犯之4入楚也，而庸国千金5败疆，小业也，而张氏1000万撒销6薄计也，而治世鼎食魏府7简为耳，卓氏连旗马衣前方张礼集中，此皆诚意之所至。注以己解徐广曰：古拙字亦作绝也。注2所引汉书作甲一州，夫前云复魏州之中第一。注3所引汉书作姬发，正义还发，人姓名。注4正义说文云带角者之，无角者高也。注5己解徐广曰：庸，亦作翁，所引庸，于公反。汉书作翁国也。注6己解徐广曰：撒，或作喜，因按汉书音译，曰至刀剑名，所引上应先离反。削刀者名，撒削，为磨刀，以水撒之。又方言云见削，关东谓之削，因削，削，一字读也。注7所引晋卓云，太官常以10月作沸汤寻阳胃，以末椒姜粉之气，包食燥，则胃之腐，故易受而致腐。正义按胃，腐胃合五味而腐美，故易受。由是观之，复无精液，则或无常主，能者服凑，不孝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具万者乃与王者同乐，其所谓素，公者邪，非也。TG 2884。所引数赞或直之力，工商事宜，废居善机，以服贤淫，白归复国，既然强兵，参朝请，与众怀清，素封千户，着正其名。TG 2285。史记卷13。临太史公自序，习在专序，命南郑仲以司天，北郑离以司地。一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仲离逝世去天地。其在周，成国修复其后也。两当周宣王时，失其首而为司马氏。3. 司马氏是典周氏，四会乡之贤。司马氏去周氏境，吴境中君随，会奔秦。6而司马氏入少梁。7. 注意所引南郑仲以司天，火正离以司地。按张燕云南，方阳也，火水配也，水为阴，故命南郑仲司天。火正离间，地直。臣暂以为仲离氏是司天地之官，司地者宜曰北郑。5. 文作北字，非也。
杨雄乔州病以为然。按国语离位，果正以纯药敦大，光照四海。悠悠通覆云离纯药于高辛，则火正未是也。著两集解应少曰：封未成国国。修府，字也，所引案，众思天而离司地，是代取天地也。据左氏，中士少好之子，离，乃专序之意。二世二正，所出个别，而使迁意欲和二世未一。故总云在周，成国修府其后，非也。然后案后标之，续及干宝皆云司马氏，离之后是也。今总称国修府是重离之后者，凡言地即举天，称离则兼重，自是相对之文。其实二关矣，通直。然修府则离之后也。亦是太史公欲以使为己任。言先代 TG 2286天官，所以兼称重耳。正义扩地至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21里。周之，成义也。著三正义司马标序云南正里，后世谓司马氏。著四所引案司马。下官卿，部长国史，自是先代兼卫士。魏弘云司马氏，周始义之后，不知何惧。著五集解张燕曰：周惠王襄王有子颓孰代之男？司马氏奔晋，著六所引案左氏，随惠自晋奔秦，后乃奔魏，自魏还晋。故汉书云惠奔秦魏也。著七所引古梁国也。秦灭之，改曰少梁，后名夏阳。正义，按春秋，随惠奔秦，其后自秦入魏而还晋也。随惠魏晋中军将，少梁，古梁国也。嬴姓，在同州韩城县南22里，是时属晋。自司马氏去周氏晋，分散，或在魏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魏者，襄中山；一在赵者，二以传见论贤，三蒯窥伺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吴错孙敬，六世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晋语，武安君坑赵长平君，妻孩儿与之俱赐死陆游，八葬于华池。9. 晋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，蒯窥玄孙昂时为武信君，将11而训朝歌，诸侯之相往，王昂于殷。12汉之伐楚，昂归汉，以其地位河内郡。昌生吴泽。13吴泽为汉服长，吴泽生喜，喜为武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14喜生谭，谭为太史公。15注意集解徐广曰：明喜。著二所引案合法圣晋书及司马氏系本明楷。正义合法圣晋书及晋乔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皆云明楷。著三集解符前曰：是善传见也。苏林曰：传首国论，而视之。晋卓曰：史记吴起赞曰：非信人连勇，不能传见。TG 2287问兵书也。所以符前云代善见也。按解所以称传也。苏林云传作国，言守国论而视之，所以知名也。诸四正义五怪反，如纯云刺客传之蒯聩也。著五集解苏林曰：守，郡守也。著六集解徐广曰：一坐起。所引上因七个反，下因记性反。汉书坐起。著七集解文引曰：赵孝成时。著八所引下因有，李琦曰地名，在咸阳西，按三秦记。其帝后改为离者也。
注九级解尽浊曰地理，在户县，所引尽浊云在户县，非也。按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4里，正义扩地至云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70里，在夏阳故城西北4里。注释所引案，晋乔国司马无忌作司马氏系本。云蒯馈生昭，玉昭玉生县，县生昂。注11集解徐广曰：张耳传云武臣自号武信君。所引案，汉书武臣号武信君。注12所引汉书云项羽封昂为殷王。注13所引汉书作武则，并因义也。注14集解苏陵曰长安北门也。赞曰长安城无高本。所引案苏说非也。按迁碑，在夏阳西北，去华池3里，正义扩地至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，在同州韩城县西南18里。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22里，夏阳县故城东南有司马迁仪，在高门原上也。注15集解如纯曰：汉仪筑太史公，武帝至，位在丞相上，天下记书先上太史公，复上丞相，叙事如古春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位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赞曰百官表无太史。TG 2288。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。所引按茂陵书，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，则公者，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。然称太史公皆迁称述其父所作，其实亦迁之词，而如纯矣。魏弘仪著称魏源在丞相上，谬矣。按百官表又无其官，且修史之官，国家别有这传，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，而后人不晓，误以为在丞相上耳。正义于习至凌云，无者主天官者，皆上公。自周至汉，其职转卑，然昭惠座位犹居公上，尊天之道，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。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至名，有子曰谦，又云足3岁而迁为太史公，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又云汝父为太史，则训无足矣。观此文，与喜说未尝，乃书谈及迁为太史公者，皆迁字书之。汉旧仪云太史公至2000石，族史皆至200石，然赞己为昭桓谭之说皆非也。以桓谭之说是在无本纪也。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一授义于阳和，二习道论于黄子，三太史公是于建元元丰之贤，敏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失备。四乃论六家之要旨曰：注以正义天官书云兴则唐东也。注2集解徐广曰淄川人。注3集解徐广曰如临传曰晃生，好黄老之术。注4正义部内反，言云备或也，各习诗书，或于所见也。一大传，一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，如莫明法道德，此物未至者也。指所从言之义路，有省不省耳。二常窃观阴阳之术，大详3而悉忌讳，使人居而多。所谓自然其序40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守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。TG 2289。别不可易也。莫者无简而难遵，是以其事不可未寻。六然其
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言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时，人简而善失真，昔然其正名时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和无形，善足万物，八其位数也。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民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失事，无所不宜。直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，以为人主天下，之仪表也。主畅而成和，主先而成随。如此则主劳而成义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见限，久处聪明，实是此而任数。夫神大用则节，行大劳则弊。行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注意集解张晏曰：谓义系辞。正义张晏云：谓义系辞。按下二句是系辞文也。注二所引按六家统归于正，然所从之道殊途，学或有传，习省察，或有不省者耳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一作响，因按理其曰月令，星官是其之业也。所引按汉书作大祥，言我观阴阳之术大祥，而今此作祥，于意未殊也。正义故也。王允祥善也，吉凶之先见也。注四正义言居数于日时，令人有所忌讳也。注五正义为云莫敌之术也。上简，后有隋朝子传其术也。注六所引内因变，内循，言南尽用也。注七所引按名家流出于礼官，古者名谓不同。礼义艺术，孔子必也正名乎？按名家之礼义艺术，是简也。受命故，受辞，或失其真也。T.G. 2290。注八所引善因符厌反，汉书作旦，古今自义也。注九集解如纯曰：知雄守辞，是去见也。无见可喻，使心不乱，是去现也。注十所引如纯曰：不上显，决胜即至也。夫阴阳48位12度24节一个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未必然也。故曰使人居而多位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。夫顺则无以为天下，纲纪，故曰40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注意集解张晏曰：八位，八卦位也。12度，12次也。24节，就中气也。各有禁忌，谓日月也。夫儒者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就其理。故曰谋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，父子之礼，续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墨者以上尧舜道，言其德性曰：唐高3尺，一土皆3等，毛辞不减，二彩船不刮，30土轨，4辍土行，无力量之时，6离或之耕，7夏日葛衣，冬日露裘，其送死，潼关3寸，8举因不尽其哀，教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律，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事一时矣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简而难遵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族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常服，能废也。注意所引按自此以下韩子之文，故称曰：注二正义乌盖曰此，以毛复乌。注三所引为昭允采传，立崔也。正义采取未传，故刮穴也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一作六，因按
符前曰土鬼。TG 2291。用土作此器，助武正义言云鬼。所以胜犯也。行，所以胜耕也。土，为烧土谓之，即瓦器也。注六集解张燕曰：一胡素，七纲米，为利。赞曰：五豆素，三豆米，为利。殷辣，为昭曰：利。坛也。所，引符前云利，粗米也。三仓云粮，好素，正义利，粗米也。脱素也，粮，素也。为时脱素之粗饭也。注七正义礼，四或而表示，或豆叶也。注八正义以铜木为官，后三寸也。法家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。亦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常用也。故曰言而少恩。若尊主卑臣，民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服能改也。注意所引案礼，亲亲父为首，尊尊君为首也。名家科察矫绕，亦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决于民而失人情。故曰使人简而善失真。若夫控民则实，参五不失，二此故，可不察也。注意集解符前曰：矫应尽教乎？未反也。如纯曰：矫绕有缠绕，不通大体也。注两集解尽着曰：引民则实，参错交互，民之事情，道家无为。又曰无故位，一其实一行，二其辞难知，三其数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，四无成义，无常行，故能救万物。知情，无为物先，无为物后，无不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十谓业，六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七故曰圣人不朽，十便是首。八虚者道之常也，阴者君之纲也。九偶成并至，十个字，名也。其实中其生者谓之端，十不中其生者谓之款。十款言不。TG 2292。听，兼乃不生，贤不孝自分，白黑乃行，在所欲用耳。何事不成？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11光耀天下，复返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行也。神大用则节，行大劳则弊。行神离则死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返。故圣人重之，由是观之。神者，生之本也；行者，生之具也。12不先定其神性，而曰我有矣。治天下，何由哉？注以正义无为者，守亲，生育万物也。注二正义各守其分，故易行也。注三正义优生为妙，故难知也。注四正义任自然也。注五集解为昭曰：因物谓治。注六正义因时之物，成法谓业。注七正义因其万物之形成度与合也。注八所引故曰圣人不朽之因者君之纲。此出回古，子牵引之以成其章，故称故曰也。正义言圣人教气不朽，灭者瞬时变化。注九正义言因百姓之心以教，为执其纲而已。注十集解徐广曰：因款，空也。因案理其曰生也，名也。所引款因款，汉书作款，款空也。故生子云：款言无成事也。生者，名也。以言实不称名，则谓之空。空有生也。注11正义上无本反，混混者，元气神者之王也。注12集解为昭曰：生气者，
神也。之体者，行也。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至米。有子曰谦，谦生龙门，一耕牧河山之养。2年10岁则送古为。3、20，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4窥9夷，5伏于原乡。TG 2293。6北射问寺，七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涉邹、邑，扼困伯薛八彭城，莫良楚以归。于是迁侍卫郎中，共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穷则昆明，还报命。9. 注意集解徐广曰，在冯邑下阳县，因案苏陵曰禹，所凿龙门也。正义扩地至于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50里，其山更黄河，下禹所凿者也。龙门山在下阳县，迁籍汉下阳县人也。至唐改曰韩城县。注2正义河之北，山之南也，岸在龙门山南也。注3所引岸迁籍是浮生，是学宋古文尚书。刘氏以为左，传国语戏本等书，是一名古文也。注4集解张晏曰，禹巡狩至会稽而崩，因葬焉，上有孔穴，明贤云禹入此穴，所引越绝书云，禹上茅山大会稽，更名曰会稽。张伯吴禄云本名苗山，一名富府，禹会诸侯济公，改曰会稽，上有孔，号曰禹穴也。正义扩地至于石金山，一名玉寺山，又名丸尾山，即会稽山一患也。在会稽县东南18里。吴越春秋云禹按黄帝中经9山，东南天柱，号曰丸尾，是地左阙之田，成以文玉，覆以磐石，其书精简青玉魏字，编以白银，皆撰其文。禹乃东巡，登衡山，却白马以祭。禹乃登山，仰天而笑，忽然而卧，梦见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，却以复府之山。东顾谓禹曰：欲得我山神书者，其余皇帝之。曰：言月之下，3月季庚，登山发时，禹乃登丸尾之山，发时，乃得精简玉字，以水泉之脉，山中又有一穴，深无见底，谓之禹穴。使迁云上会稽，探禹穴，即此穴也。注无所引山海经云，南方苍梧之丘，苍梧之泉，在营道。TG 2294。南，其山9峰皆相似，故曰9夷。张晏云9夷顺葬，故窥之，寻上探禹穴，盖以先圣所葬除有古册文，故探窥之，一搜财源矣。正义9夷山在道州。注6正义源水出朗州，湘水出到州北，东北入海。注7正义凉水出兖州东北而南利鲁。注8集解徐广曰：一阴矣，县名，有山也。国阴皮，邹、国薛3县属鲁，所引国本阴波，今阴皮，按田且鲁记云林地末，有鲁。南陈子游为鲁乡，子游，太尉陈波子也。国人讳而改焉。若如其说，则波改国，国皮生相近，后见俄耳。然地理，至鲁国波县，应少曰诸国也。阴皮，正义邹县名，义山名。义山在邹县北22里，地境曲阜，于此行乡，涉之里，或地至于徐州藤县、汉波县、因藩、汉末陈波子，亦为鲁乡，改阴皮，田且鲁记曰林地末。鲁
南陈子由为鲁乡，陈波子也。国人为会而改焉。祝九集解徐广曰：元鼎6年，平西南夷，以为武郡。其明年，元丰元年是也。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风，而太史公留至州南，一不得与从，是；二故发愤且从。儿子谦是时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险。太史公执谦守而弃曰：于先州市之太史也。自上士常显功名于余下，贬天官事，后世中衰，绝于羽乎？汝父为太史，则血无足。今天子皆千岁之头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。于死，汝必为太史，为太史，吾望无所欲论著我。且夫孝，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此孝之大者，夫天下称宋周公，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。宣州少之，封达太王王继之思虑，原籍公刘，以尊后继也。幽厉之后，丕郡2295。王道缺，离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，今则之。自霍陵以来400有余岁，三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、兴、海内一统，民主贤君忠臣此义之事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。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？谦俯首流涕曰：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赐旧文。夫感缺，注意集解徐广曰：至于曰古之州南，今之洛阳，所以张燕云自陕以东，皆州南之地也。注二正义与阴喻，注三集解阴暗，年表鲁哀公14年获领。至汉元丰元年371年，卒3岁而迁为太史令，一抽史记20世金匮之书。35年，而当太初元年4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时改，建于明堂。诸神授记。注意所引国务志，太史令茂陵贤武领大夫司马迁。年2、18、3年6月乙卯初，610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抽应抽，所以如纯云抽彻旧书，故事而自述之。徐广应抽，小言云抽为坠集之也。注三所引案，实是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。注四集解李琦曰：迁为太史后5年，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。此时数史记，正义案千年42岁。注五集解徐广曰：封禅序曰：封禅则万灵往不应死。因案为昭曰告于百神，与天下更始，这记于世，所以于喜至凌云，改立于明堂，颁之于诸侯。诸侯偶神之主，故丕郡2296。曰诸神授记。孟康云：据芒祝融之属皆受瑞记。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一自周公卒500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500岁。二有能少武士，正义传，记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纪，意在思乎？意在思乎？小子何敢让焉？三，注意所引先人为先代贤人也，正义太史公，司马迁也，先人，司马谈也。注二所引案，孟子称尧舜至汤500余岁，汤至文王500余岁，文王至孔子500余岁。按太史公略取于孟子，而杨雄、孙胜深所不然，所谓多见不知量也。
以为纯气育才，其有常数500之奇，何以顺袭？是以上黄相次，或有万灵未显。而唐尧舜与比肩并列，降及周氏，圣贤迎朝。孔子之美，千载莫似，安在于千年500乎？据述作者，盖记注之至耳。其圣人之伦哉？注三所引让，汉书作壤，晋卓云：此古让字，言己当述先人之业，何敢自贤直500岁而让也？上大夫胡遂议曰：昔孔子何谓而作春秋哉？太史公曰：余闻董生曰：二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拥之。孔子之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是非242年，3之中，以为天下已了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室，而已。子曰：我欲宰之空言，似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，者明也。古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辩人事之计，别贤矣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六贤贤见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虎必其废。王道之大者也。一者天地阴阳45行，故常于变；理经济人伦，故常于行；书记先王之事，故常于政；诗记山川，溪谷禽兽草木聘雌雄，故常于风；乐乐所以立，故常于和；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。TG 2297。是以达义，义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政，莫尽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，其止数千，其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士君36，亡国5、12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矣。8故亦曰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9故曰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。其见久矣，故有国者不可以不。至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。春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意，遭辩事而不知其全，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；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世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谓之不知其意。时备之空言而不敢辞，一夫不通礼义之治。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夫君不君则犯；12臣不臣则诛。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4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与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敬未然之前，法师已然之后。法之所谓用者一见，而礼之所谓敬者难知。注意所引案，虽未沾事，至2000时，故谓上大夫也。注2集解服前曰仲书也。注3所引案，是非谓罗贬诸侯之得失也。注4所引案，孔子之言见春秋伪，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。空言谓罗贬是非也。空立此文，而乱臣贼子惧也。注5所引案，孔子言混无于立空言，设罗贬，则不如复见。于当时所引之事，人臣有见持篡逆，应就此抵消于罗贬，深切者明而疏之，以为将来之节者也。TG 2298。注6所引公羊传曰：善善及其子孙，
各指其身也。朱七集解张晏曰：春秋18000字，当言简，而云成数，自误也。因为太史公此词是述董生之言。董仲舒字，至公羊春秋。公羊经传凡有44000余字，故云文成数万也，不得如张毅。但论经18000字，列谓之物，所以按张晏曰春秋18000字，子云文成数万，自误也。裴因以千数仲书所论公羊经传，凡44000，故云数万，又非也。小言云史迁其以公羊传为春秋乎？又春秋经18000，亦足称数万，非自之物也。注八所引案是君亡国及奔走者，皆是诗人义之道本耳。一者，语中之词也。注九集解徐广曰：一云差以毫厘，一云妙以千里。因案今亦无此语，亦为有之。注实正义其心实善，谓之不知义理，则陷于罪咎。注11集解张晏曰：赵盾不知讨贼，而不敢辞其罪也。注12正义言云：为臣下所干犯也。亦云违犯礼义。胡遂曰：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以王之法。今夫子上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贤各续其宜。夫子所论，欲以和明。太史公曰：为为，否否，宜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夫羲至淳后，作一八卦，尧舜之盛，尚书载之，离乐作焉，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，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裸周氏，非独次纪而已也。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或福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一服色，受命于穆卿，二则流往疾，海外殊俗，重议款塞，三请来献见者，故可圣道。臣下百官立颂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，且是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。主上名圣而得不顾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于长 TG 2299，长其官，非名圣圣的不宰。聂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过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于所谓述故事，整悉其事传，非所谓作也。而君比之于春秋。六语，注意集解尽卓曰：为为，谦应也，否否，不通者也。注两集解如纯曰：受天命亲和之气，正义于阴乎？言云雨，汉词也。木美也，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亲也。注三集解应少曰：款，寇也，皆寇塞门来服从也。如纯曰：款，宽也，请除守塞者，自保不为寇害，正义崇义，更易其言也。于是论次其文。7年义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二忧于雷泄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余之罪也夫，是余之罪也夫，深悔不用矣。退而身，为曰：夫诗书隐约者，三欲遂其志之思也。袭西国居有礼，四演周易，孔子恶陈蔡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者离骚，左丘师，明厥有国语，孙子并角，而论兵法，故为千数。世传吕览，韩非求情，说南孤愤，诗300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谓作也。此人皆亦有所欲结，不得通其道也。故述往事，思来者，于是卒数陶唐以来，至于临
旨，六字皇帝时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天汉3年，正义案从太初元年至天汉3年，乃7年也。注2正义太史公举李陵将也。注3所引案为其意引为而言曰也。正义诗书引为而曰省者，千生为于依其引约而成其志意也。T G 2300。注4集解徐广曰：在汤阴。注5正义集吕氏春秋也。注6集解张燕曰：武帝或领，迁以为术士之端，上继皇帝，下至陵止，由春秋止于或陵也。所引夫前云武帝至，雍或百陵，而注今作陵足行，故云陵止，迁作史记止于此，由春秋终于或陵然也。史记以皇帝为首，而云述陶唐者，按武帝本纪赞于武帝上也。然尚书载尧以来，百家言皇帝，其文不雅训，故述皇帝为本纪之首，而以尚书雅正，故称其余陶唐为袭皇帝，法天则地，四圣遵序，一个成法度。唐尧训位，虞舜不台，二绝美帝公，万世载之，作武帝本纪3第一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专序，帝喾，尧、舜。注2所引台阴也，月也，或阴胎，非也。注3所引应少云：有本则记，有家则代，有年则表，有名则传。惟禹之功，九州雍统，光唐余纪，得流苗裔，下节引交，乃放明条，作下本纪第2，为契宜作商。元吉成汤，太甲居统，得胜阿衡。武丁的说，乃称高宗，帝辛占冕，诸侯不享，作因本纪第3。注一正义因薛也，为契作纪，得胜西伯，武王墓也，使辅天下，忧厉昏乱，祭丧封稿，凌迟至难，多以不嗣，作周本纪第4，为秦之先，伯益左羽，穆公司邑，道豪之旅，亦以人未训，诗歌黄鸟，朝香夜帝，作秦本纪第5。TG 2301。注意所引案豪及尧之意音。吕，师吕也，正义穆公，封尧山军旅之师，始皇既立，令兼6国，萧封诸据，亦为言干戈，尊号称帝。今武任立，2世受孕，子婴降鲁，作始皇本纪第6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延安尚书，萧其兵注以为中句也，所引下音句，句中也。秦师其道，豪杰并扰，项梁业之，子羽皆之，杀庆旧诏，一诸侯立之，诸因被怀，天下非之，作项羽本纪第7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宋义魏上将，号庆子冠军，子羽暴虐，汉行功德，奋发蜀汉，还定3秦，诸及业地，天下为民，改制一俗，作高祖本纪第8。会之早允，一诸吕布台，2重强陆产，诸侯谋之，杀尹，忧有3大臣动矣。4岁即宗获，作吕太后本纪第9。注一正义因允。注2集解徐广曰：吴台辅之的也，亦曰夷，亦也，无畏，百姓所说，所引徐广因胎，非也，按亦因矣。此赞本韵，则一意未是。注3集解徐广曰：赵颖王如意，赵雍王有。注4所引案动氏动达未矣，言所共矣也。汉季初兴，祭祀不明，迎王建作，天下归心，捐除肉刑，开通官粮，广恩国师，爵称太宗，
作孝文本纪第10。诸侯骄恣，无首未乱。京师行诛，七国服固，天下熙然，大安应父。作孝景本纪第11。TG 2302。汉兴武士，龙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，封禅，改正，朔，一服色。作经上本纪第12。为3代上语，年纪不可考，待取之谱牒旧文。本于兹，禹，是略推。作3代世表第1。幽厉之后，周氏衰微，诸侯专政，春秋有所不继。而谱牒、经略、五霸更盛衰，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。作12诸侯年表第2。春秋之后，陪臣秉政，强国相往，以至于秦，卒兵诸夏，灭封地，禅其号。作6国年表第3。秦既暴虐，楚人发难，项氏遂乱，汉乃服役征伐。8年之，咸，天下三善，事凡变息，故降助秦楚之计月表第4。汉兴以来，至于太初100年，诸侯费力分销，苦计不明，有司弥种，强弱之源云以是。一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5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一作云夷也。天，汉续传曰：长衣衣惑，庶几云夷，所以按种未记也。夷，自当作矣，是当作也，并无耳。云夷也，皆语助之辞也。正义言汉兴以来100年，诸侯费力分销，苦计不能明其四，有司无所种记其后，乃云强弱之源云以是相待，相不能有所录记也。为高祖元功，辅臣古公，吼服而绝，则留苗裔，望其招募，或杀身与国。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6。会景之贤，为申功臣宗属决议。作会景贤侯者年表第7。北讨强胡，南诛晋越，征伐已满，武功元烈。作建元以来，侯者年表第8。诸侯既强，七国未从，子弟稀多，无爵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义削弱，得归京师。TG 2303。作王子侯者年表第9。国有咸襄2江，明之师表也。唯见汉兴以来江乡名臣年表，贤者记其志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汉兴以来江乡名臣年表第10。为3代之礼，所损益各殊物，然要以尽性情，通王道，故理因人之谓之节文，略写古今之变。作礼书第1。恶者，所以遗风易俗也。自雅颂生兴，则以好正位之音，正位之音所从来久矣，人情之所感，远俗则怀。一比乐书以述来古。2作乐书第2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乐者所以感和人情，人情既感，则远。方书俗莫不怀柔像画也。注2所引案来古及古来也。言比乐书以述自古以来乐之兴衰也，非兵不强，亦非德不昌。皇帝汤武以兴，2桀纣，2世以崩，可不甚于。司马法所从来上矣。3太公孙吴，王子嗣能少而明之，切进士，及人变。作律书第3。注意所引案，此律书之赞而云非兵不强者，则此律书即兵书也。古者师出以律，则凡出军皆听律声，故云闻声效胜负，望敌之吉凶也。注2所引皇帝有版权之师，汤武有明条牧野之战而克。桀纣。注3正义古者师出以律，凡军出皆吹律听
父，故云司马兵法所从来上矣乎 ？TG 2304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王子成父，律绝阴而至阳，力绝阳而至阴，律力更相至，贤不容飘忽。一五家之文服役，二为太初之原论。作隶书第四。三，注意所引按忽者，总文之为也。飘者，清也，言律力穷，阴阳之妙，其贤不容思乎也。言飘，鸿眼自耳，正义飘，皮摇反，今因皮着反，自当作渺。渺，何盲表也？夫，一残口出思也。言律力相致之贤，故容彼为系之物也。注二所引服因背，一因服物反，服一背也。言金木水火土，五家之文，各相背亦不同也。正义五家为皇帝专训下音，周之历，其文相立，乖异不同，为太初之原论立律未适，故隶书自太初之原论之也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论，一作编，辛弃之书，多杂迹想，不精，推其文，考其义，不疏笔，即论其形式，验于轨度以次。作天官书第五，受命而往，封禅之服罕一用，用则万灵往不因祀。追本诸，神明山大川里，作封禅书第六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意云答应，惟与郡川，九州幽宁，原籍宣访，决读通沟，作河渠书第七。为必之行，亦以通农商，其极则顽巧，二并兼资职，征舆，激励，去本驱末，作平准书以观事变。第八，注意所引为必之行，上必因必国之必，前也。TG 2305。注二所引圆巧，上武官反，下苦孝反，太伯必立，江蛮世事，文武忧心，武功往击，何卢氏辽，兵符荆楚，夫差克齐，子虚吃夷，性痞侵越，吴国尽灭，家国之让，作吴世家第一，身履萧羽，夷上复侧围，卒归西国，文武士师，公冠偶，公庙泉于幽，两番番黄发，三元响迎秋，不卑科蒙，桓公以昌，九合诸侯，罢公显章，田看争宠，将信解王，四家父之谋，作其太公世家第二。注一集解徐广曰：萧因萧，萧由衰微，所引按徐广。注萧因萧，萧由衰微，其音讯不可知从出也。今按萧魏为弱，而省少，所谓身履虽衰也。正义萧因萧，履上之祖封于身，身履后萧为，故上父为见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妙，错也，由云谗解也。权至前谋，忧昧不显，所谓太公阴谋，所以按妙谓筹谋也。因王用反，又谓太公筹谋，谓权谋于忧昧不明者，谓太公之阴谋也。正妙，因武标反，言吕上筹谋于幽权之策，谓六韬三略阴符七，数之属也。注三集解翻阴国，毛长云翻翻，谓勇武茂也。按黄发，言老人发白而更黄也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看，一云间，解，一作谦，一之为之。周公虽之，奋发文德，天下和之，服役成王。诸侯宗周，引还之计，士独何哉？三桓争强，鲁乃不昌，加旦，金腾，作周公世家第三。武王克纣，天下为邪而崩。
成王既用，管蔡疑之，怀疑叛之。于是赵公律的安及王室，以宁东土，燕邑会之产。一乃成祸乱，加甘棠之师，作燕世家第四 TG 2306。注以所引魏王快产其相子之，后族为乱也。管蔡相五更，江宁旧商，及旦摄政，二蜀不降，杀先放度。一周公魏猛，大任十子，两周以宗强，加重悔过，三作管蔡事。加第五，注以所引案，系加云管蜀名先。蔡蜀名度，或蜀名楚也。注二所引太任，文王妃，十子。伯以考武王管蔡，或鲁魏毛柳曹氏也。注三正义蔡蜀度之子蔡仲也。王后不决，舜与世说，惟德修明，徭役猛烈，百事享祀。元周陈起，楚时灭之，其田既起，舜何人哉？作陈起世家第六。收因于民，熟封10邑，身以商乱，久才事告，及朔之生，为亲不宁。一男子恶蒯聩，子父一名。周的卑微，战国既强，魏以小弱，剿独后亡。袭比康告，作魏世家第七。注以所引魏亲公也。皆箕子乎？皆箕子乎？正言不用，乃反魏奴。五更既死，周封为子，襄公伤于弘。一君子孰称？景公谦德，宁获退行，踢城暴虐。二宋乃灭亡。袭为子问太师，作宋世家第八。注以正义弘，水名。公羊传云，宋与楚人齐战于弘之阳。宋师大败，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礼。虽文王之，战亦不过此也。注两极解徐广曰：亦云也。宋踢成君生也。所以上因侯成，武王既崩，孰于一堂，君子击民，一族灭武功，离姬之爱。TG 2307。乱者武士，重而不得已，乃能成霸。六亲专权，二晋国以号。加文公袭归畅，作晋世家第九。注以正义为晋穆侯太子明仇，少子明成师也。注二正义智伯，范，忠信。